徐志豪喜欢在客人面前拿鸡蛋表演。你只要够浓的话，就可以这样擦。我喜欢把它的那个沫就是它的那个，就看它的母体健不健康啊。健康的话，那个沫就很强，就可以这样一直擦。小老板自豪自家牧场放牧养殖的放山鸡，从母体到鸡蛋都保证健康。另一头，妈妈更自豪的是这缸红糟鸭。用红米、糯米和米酒发酵的红曲酱腌制，只有在客家庄才尝得到，是客家妈妈的变通美食。就是肉吃不完啊，把它腌进去那个红曲酱里面，然后配法人酒。这个的话，甜中里面带一点酒味，酒味里面它微微的香。早上10点，摊子就快见底。40多年历史，竹东最大的批发商在市场里，客人总是络绎不绝。老人家做的有一种味道，像我们年轻做的就是感觉起来就是没那么香。我妈妈做的比较用心，用心就有自信。老板娘深信，多汁鲜美的鸡肉鸭肉绝对可以满足客人刁钻的嘴。我唱你是改哟，谢谢。你说我唱我请你，然后你说我按开封，你好大方，你真大方。而客家美食怎少得了客家道地的酱料？然后我们这个的话就是不计成本，因为这种有机起价比较贵一点，而是给跟客人吃就是感觉不一样。拿设计过的纸袋取代红白塑胶袋也不一样了。一间铺子2代用心，锁住客家原味的手艺，也融入新的产销概念。在客家饮食文化里面，宴席菜一定要有一道放山鸡肉沾吉酱。如果缺了这一道呢，就代表主人家好像诚意不太够。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店家也慢慢学习更精致化的包装，让它变成伴手礼，让在地美食卖到更多地方去。爱唱按台风，爱唱按台风。